圣经故事第1集创世纪。起初，地是空虚不明的，深渊是黑暗的。上帝用话创造天地。上帝讲爱有光，所以就有光啊。第2日，上帝创造空气，将水分开，所以就有天空甲海洋。第3日，伊甲天下的水聚集做伙，使沙土露出水面，所以就有陆地。伊阁予地上发出青草、树木甲花蕊。第4天，伊做了2个大光体，掌管日时的叫做太阳，掌管暗时的叫做月亮。伊阁做闪烁的星，摆伫天顶。上帝讲，水爱滋生有生命的物件，伊就伫海面创造鱼群。上帝讲，爱有飞鸟伫地面以上，伫天顶飞，伊就创造飞鸟。到第6天，伊伫地上创造野兽、精细甲一切的虫类。上帝看到以后，感觉真好。最后，上帝照着家己的形象，用土造人，并爱因生养众多。伊爱因掌管天上的飞鸟、水中的鱼，甲地上的一切活物。天地万物拢做齐全啊！上帝伫第7天嘛休困啊。伫这1天，人甲动物同时感谢上帝，咱享受的一切，甲咱拢是上帝的作品。